水波到什麼？映照自我間的對或錯，只得一個話會看清楚。如果花火可把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免去的一剎，才令我可擁有一剎攞開的瞬間。When you're an adult, You gotta have a lot of passion. when you're an adult, You need to really love your wife several times a day. you're happy when you're Hello， 好同我哋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晚安莉莉。耶，歡迎晒！喂，同大家傾下偈先。我想問下咧，嗱嚟緊咧，好快就聖誕節啦。咁啊，聖誕節有冇咩特別節目？有啲咩甜甜蜜蜜嘅搞作咧？哇！咧聖誕節咧就梗係要嚟到維坊呢度再打卡啦。雖然我哋今日咧已經率先見到 Chubby 啦，但係咧今日咧我哋主要都喺個台度啦，就靠大家幫我哋同佢打卡。但係如果你自己想私底下又同個廚房打下卡啊，又同佢 selfie 下嘅話咧，都要等我哋之後聖誕節再翻嚟影嘅。哦，話好好啊！咁你咧？哇！頭先講甜甜蜜蜜咁，梗係食嘢啦，想食甜嘢啊！哇！呢度呢啲好吸引咯，係嘛？我一路彈今晚同埋食 cupcake 係咪？呢個食得嘅，呢個食得嘅，呢個食得啦。咁啊，要聖誕節啦，其實咧，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佈置啦，有好多唔同嘅。其實聖誕有冇啲咩好去處，或者好嘅有啲咩好玩意可以介紹下俾我哋在場咁多位朋友咧？我就對五顏六色嘅有興趣啲嘅，所以咧啱啱睄到經過見到有玩具鋪啊，其實我好想衝上去，但係時間有限，所以我完咗一陣就衝上去嘅。 OK，好啊，五顏六色嘅嘢，即係買玩具，咁啊買俾自己定買俾朋友仔先？睇下我啲朋友對我好唔好咧，不如你買俾我啊！即係睇下你對佢好唔好喎？OK，咁你咧？係我就會選擇玩啦。嚟其中一個玩嘅方法咧，就係可以上去夾下公仔咁樣樣嘅。係我哋啱啱其實都有嘗試過。咁啊，如果好彩嘅就早啲贏一份聖誕禮物俾自己啦。係啊。都好喎，good idea 喎，非常之好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不如我哋有請咁多位可以先預備我哋 set 台先，咁我哋可以繼續同 Cindy 啊一齊傾下偈先。好，thank you 咁多位。我好中意你今日呢個裝束啊！係咪特登為咗 Christmas 嚟打扮㗎咧？呢個係提早同大家一齊慶祝 Christmas 啦，而家11月尾都係就嚟踏入呢個聖誕嘅季節啦，所以我哋都今日專登着咗一個聖誕少少氣氛嘅，比較紅啲啊、綠色啊，跟住又 warm Christmas 嘅感覺嘅 outfit 咁樣咯。我想問下啦，Cindy，今年如果俾你揀，你想最想收到嘅聖誕禮物會係乜嘢啊？聖誕禮物啊，呢個係一個好問題。係。我最近屋企新裝修啊，所以可能咧會想要一啲屋企用到嘅嘢。哦，係啊一啲家居係啦，因為我頭先咧經過一啲鋪頭咧，已經俾嗰啲 Christmas 嘅裝飾吸引到，我好想買，個個都好想買。因為你知咧，屋企新裝修完之後咧，就係會有個感覺就係你有乜都好想加落去，乜都好想去 decorate 到令到佢更加靚咁樣。咁所以就好想買啲唔同，即係好想收到一啲同屋企有關嘅嘢咯。又或者咧可以試下咧喺我哋呢度啦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，有食㗎啦、玩㗎啦、買㗎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你可以令到屋企可以有啲蠟燭啦，令到屋企更加有聖誕節嘅味道啊！係啊，因為咧屋企之前裝修咧就清理過一次啦，咁就掉晒屋企。我本身咧好中意 scented candle 嘅，但係就掉晒，所以咧係時候要物色一下。我就可以喺度揾下啦。係啦，咁你完咗數，你可以慢慢行下啦。咁如果你話聖誕節食嘢嘅話咧，我應該好多嘢食喎。有冇話聖誕節食到啲咩你會覺得特別有氣氛㗎啦？我覺得聖誕節咧一定係揀翻啲西餐會有氣氛啲嘅。咁但係係咪一定要食西餐咧？都唔一定嘅。最緊要我覺得咧就係有一啲甜品咧個儀式感就會強啲咯。即係例如可能食下 cupcake 啊，食下 donut 啊。通常呢啲甜品都係會有啲聖誕啲嘅造型㗎嘛，咁就可以食下呢類型嘅嘢。哇！真係見到都開心啊！真係可以過一個甜甜蜜蜜嘅 Christmas 啊！咦，我見到咁多位都預備好㗎啦喎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將個台交俾你哋啦。Thank you。Hello。咁我哋今日大家見到我哋比較少見嘅一面啊，今日係比較 acoustic 嘅。咁我哋啊
feel 佢咯，好唔好啊？嚟咯喎，1 2 3 go！瞓醒未？夠鐘起身換靚衫，光速化妝，依幾就實要更新喎。無限播住就快出街嘅歌，如若拍太俗套，阿姐一句定告，冇辦法叫聲大佬啊！逐句晚安，你回味，不需顧忌無定的前期，面對熱波難以迴避，營造你司機，但據不安，我獻技，屈金證實，憑願意制避，任思路貼地，如仙劍長記，隨意飛。買咗未？冇錢返工，仲夾 band，一月狂工，套鼓脹，其實曲及看像，如擔當立起哄，謝謝你笑，在善每位都做。胡亂地講八卦，廢話多過垃圾，有時嗌晒。喺度提早同大家講 Merry Christmas，逐句晚安，你回味，不需顧忌無定的前期，面對熱波難以迴避，營造你司機，但據不安，我獻技，屈金證實，憑願意制避，任思路貼地，如仙劍長記，隨意你飛。多謝你哋。啱先呢首歌咧係一首我哋好中意玩得好 playful 嘅一首歌，叫做《晚安莉莉》，係啦，同我哋係一樣名嘅，係啦。咁咧係啊，今日 acoustic set 好緊張，因為我哋好少會做 acoustic set，今次應該係第一次。係啊，我哋通常咧我哋都會拒絕㗎，但係因為今次咧有呢一個聖誕嘅氣氛咧，其實好啱 acoustic 㗎，所以咧就覺得係時候要挑戰一下，因為通常咧阿雞咧就好中意逃避呢啲挑戰咯。Sorry 啊，因為咧即係 acoustic 咗咧，即係大家可以聽我支 bass 嘅聲。哇！係啦，咁我係中意啲 rock 嘅聲。哇！但係今日就有個挑戰。係啊，佢啱啱喺度 set 聲咯，有 feel 嘅，啱啱呢個新嘅聲，大家話係咪先？係啊 ，acoustic 雞係咪都正先？拉雞嗰啲，爆啲。彈 double bass 咯，OK 嘅喎，有聖誕氣氛啲。好啊，咁我哋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，就係我哋對上一首喺中秋節嘅時候，都好 festive release 嘅一首歌，就
叫做《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》，你呢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微光熹熹映照，叫醒了夜晚。涼亭中風吹過，散走了花瓣。遊過如美，還笑得璀璨。時間流過，才證實習慣。如今天的天氣，要寫進日記。如此今晚等你，碎花也紛飛。人有時強求或會失去，寧願沉默忘記在夜裏橫過水波，到什麼映照自我間的對話框，只得一個或會看清楚。言語間未知的有如期盼，若是出口未及時間，仍然眼肉仍有之間，在陽光花，若望晚空月色可隱藏水邊，曾話到嘴邊，相反春風吹到月兒。明知不該想你，要裝進日記。明知今晚等你，碎花也千禧。還有隨意完結的詩句，時透來都在記在夜裏，橫過水波，到什麼映照自我間的對話框，只得一個或會看清楚。言語間未知的有如期盼，若是出口未及時間，仍淚眼肉仍有之間，才讓半分，若望晚空月色可隱藏水邊，曾話到嘴邊，相反已隨風吹到月兒。誰的安躺與你相見，呼一口氣讓我來迎接心跳的開始，坦然對講一句問你可曾想我，來望清倒映淚花火，酒窩裏盛放。未知的就如期盼，現在出口還是時間，雲離月照欲燃有之間，才讓心慌，若望晚空淚中可隱藏在現，情話到嘴邊，相反會隨風吹到月寧願真的想你，再刻進日記，寧願今晚等你，也不怕心死。寧願真的想你，再刻進日記，寧願今晚等你，也不怕心死。Thank you。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，你呢？呢首歌呢，大家知唔知呢首歌係講咩㗎？有冇人知道首歌係講咩㗎？頭先我見到你唱喎，跟住唱喎，你知唔知首歌係講咩㗎？係講表白嘅呢首歌。大家知唔知咩季咩節日最啱表白？就係聖誕節啦！好多人都係，好似最近成日都聽到啲人講話聖誕節好啱結婚。所以可能都係即係啲 friend 啦，或者好啱求婚啦，唔知啊，大家都好中意喺節日度做呢啲嘢，所以就係咯。咁啊，呢首歌咧都少少適合聖誕節嘅，我覺得喺呢個層面上。同埋呢個係聖誕特別版嚟，我哋冇喺聖誕時期以外玩過。係啊，啱，你覺得啱？呢個 version 所有歌都係聖誕特別。
真係，所以係啦，今次咧我哋都有少少諗過啦，就係因為聖誕節，但係又想有啲聖誕氣氛嘅時候，我哋啲歌可以點樣玩咧？咁啊，Acoustic玩咧就希望帶到少少聖誕氣氛俾大家感受下啦。咁接住嚟呢首歌咧係一個 cover 嚟嘅，咁但係咧佢本身咧就唔係廣東話歌嚟嘅，咁但係咧我哋就加咗份廣東話歌詞落去，係啦，咁就送俾大家。擔心症候群，即係 TBH。好，嚟啦喎 ！One, two, GNLL。明明每日能時常過電，而見面感覺極腼腆。明明每日能行了數百遍，不想講再見。過去每天都想要陪你和你唱通 K， 要是能收到邀請，會發癲半天，未會敢對伏你，你也亦可愛，來抱你未於腦海，誰能明白我迷戀的感覺？為你不為意的小心思也發癲，沒法解除你心不懂的我，猜不透目前，狂碌你 IG， 每秒跟貼，就像在身邊，懷念甜蜜同樣有着半點酸，唔知點算。係啊，唔知點算就係、可能就係要喺聖誕節表白咯。過去每一天都掛住你，潮上也歡喜。要是能收到 DM， 會發癲半天，未會敢對伏你，你也亦可愛，來抱你未亂腦海，誰能明白我迷戀的感覺？為你不為意的小心思也發癲，沒法解除你心不懂的我，猜不透目前，狂碌你 IG， 每秒跟貼，就像在身邊，懷念甜蜜同樣有着半點酸。明明身邊一早有太多惡險，為何沒法啟齒？為你不為意的小心思也發癲，為你不為意的小心思再多一點，沒法解除你心不懂的我，很想有諾言，情願每天100句鍾意，日日在身邊，最後期待甜蜜美夢會上演，求一起。Thank you。Yeah。我發現我哋今日揀嘅啲歌，除咗晚安莉莉之外，都係勁爆少女心咯，即係又要表白啊，又唔知囉囉攣啊咁樣。我想講今日除咗月色之外，都唔係，即係所有歌都係你開啊咁。係喎，我今日係大佬喎，唔係啊，最尾呢一首唔係我開啊，一半一半。少少啦，最尾呢一首，最尾呢一首咧，又好節日嘅喎。係。咁我哋啲歌咁節日嘅咩？原來。春夏秋冬都齊晒。係喎，咁啊呢一首歌咧就都，之前我哋都問過大家，究竟係月色派定花火派？有冇花火派嘅朋友可以大嗌一下？好似麻麻地喎，弱弱地喎。月色派。喂，你又輸喎。但係唔係我覺得咧，呢度大部分都係晚安派，因為件衫咧。OK， 打和。冇錯。好，咁啊送俾大蝦，我啊大頭蝦啦，送俾大家。死啦！唔記得咗，如果花火可不消散。你知唔知
花，我會以為自己見到你。如果可以同你睇一次煙花，如果可以再見你一次，如果。是於街角裏遇見，令這霞光不照到你。是想喺你道路燈柱留在夢想的那一面，和你感覺失蹤再會面。電話中的聲線難回憶，在眼裏我有懷疑，投空的思想過分被開展。如果花火可把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遠去的一剎，長令我可擁有一剎離開的瞬間。那傷口會痛時，你可可着我？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來過方可以約會共你看。是與虛構故事裏，故事角色放花火，在忐忑心跳背後放句再不想你再成為擁有着漫天花瓣，不見你身後，求點將這花可窺探，投空的色彩過分大膽。當花火可把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遠去的一剎，才令我擁有一剎離開的瞬間。那傷口會痛時，你可可着我？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來過方可以約會共你看。如果花火不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大家借隻手俾我哋遠去的一剎，讓我可擁有一剎花開的瞬間。傷口會痛時，期望你可在我。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抬頭問空色下多嗎？你會轉開心的鏡子，不見我懷念，其實是多麼想念，多麼真，多麼想過去認識你。希望花火裏重相見。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認識的故事，笑着在洗的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耶！我哋嘅掌聲同呼聲都唔好停，繼續送俾晚安莉莉，Thank you。好讚啊，好開心啊！咁其實咧，晚安莉莉咧都知道你哋係行緊一個日本日系嘅搖滾風啦，亦都係一個日系嘅少女風格啦。咁其實咧，同我哋惠芳呢度咧，我哋有咁多咁 sweet 咁可愛嘅聖誕角色喺度咧，其實令到呢度咧更加 sweet 啊！我覺得。多謝你啊！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咁多你哋嘅 fans 朋友們喺度咧，不如我哋係時候同下大家玩遊戲送下禮物啦！好喎。好，睇下呢邊大家嘅聖誕樹有冇先成點？哇！嗰邊重到就嚟有啲冧咯喂，唔可以咁貪心噶喎，咁貪心會冧。我哋平衡到㗎。喎。其實我都會㗎，如果喺屋企裝飾聖誕樹咧，整下就越整越多㗎啦。好，最後1分鐘嘅時間啊！好快嘅啫。翻工嘅 Chubby 會唔會有啲掃興咧？
定係都好開心咧？係啊，佢都好可愛啊！佢匿埋喺樹底翻工，係喎，可以咁樣。呢度佢調轉咗，OK。好，我發覺大家佈置咧都好有呢一個方向感㗎。我哋全部咧都係集中喺望住台前嘅，跟住後邊呢度咧係糖要收埋喺後面咯，留翻俾自己。係留翻俾自己。OK。好嘅，好，時間咧仲有 OK， 倒數5、再加多少少。3、2、1，夠鐘 ，Thank you！ 哇，我發覺大家咧都好擔心啊，都會盡量將所有嘅 decoration 咧擺晒喺嗰個聖誕樹上面。好，我哋望一望前面攝影師嘅鏡頭先，我哋睇下我哋兩位朋友嘅製成品先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跟住落嚟嘅環節就要交俾 Lily， 到底邊一位朋友會勝出呢？各位朋友都不相伯仲喎，咁啊，好唔好啊？咩㗎？好啊，咁啊兩位都一齊咁開心啦，好唔好 ？Thank you， 多謝晒兩位。咁啊當然兩位都會有禮物啦。咁啊兩位朋友咧都可以獲得一個機會咧，就係同埋晚安莉莉咧就影一張即影即有嘅合照嘅。Cupcakes 啦嘅裝飾喺上面嘅，真係非常之甜蜜㗎。咁而喺樹底下邊嘅最底層嘅呢一度咧，就將會咧亦都係會有一個 Chubby Chunk 嘅一個專屬嘅櫃台。咁稍後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可以開放，係會俾大家參觀㗎喎。再一次 thank you， 晚安你哋今日咧嚟到呢度，俾我哋聽咁好嘅音樂。同埋我哋晚安你哋咧，稍後我哋亦都移步去到台前，同我哋全場嘅現場觀眾同埋所有我哋惠豐嘅朋友一齊影張大合照咯，好嘛？Thank you， 好，我哋可以呢邊慢慢稍而要過落嚟台前嘅 ，Thank you。